来针对这个凯旋案的争议，侯友宜办公室早起开记者会，念出着侯友宜的太太任美玲的声明，讲这个土地是任美玲在结婚前就来继承，因为侯友宜的姑囝火烧车的事件离开了后，丈母惊做行刑的侯友宜随时出任务，会一气全无转来。丈母为着要照顾查囝甲查某孙，才来起这个凯旋案。但是民进党的前立委段宜康讲，起这个凯旋案的投资公司，1994年成立的，2500万的资本业，任美玲就占2400万，而且同时任美玲已经甲侯友宜结婚了。段宜康讲，这个凯旋案根本就是侯友宜的家族的盈利事业。不过律师来回应讲，这个公司是任美玲的外家的财产成立的，股东拢是任美玲后头厝的人，侯友宜无权过问。凯旋院，这是我父亲留给我们家人的财产，是我在跟侯友宜结婚之前就已继承的原有房产。念出侯友宜太太任美玲的声明稿，因为凯旋案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陷入争议。任美玲也讲，后生当年因为火烧车事件离开，母亲当年也烦恼做行刑的侯友宜，唔知影倒一天出任务，一日去袂阁倒来，所以就用老爸留落来这块地来起厝，希望和查某囝有一个外靠。这栋房产伫2018年选举时，特别互人起来做文章，后来就做好成功人寿大楼管理的维护公司来经营，分做介绍嘛，互因家己来决定。是他太太原有财产，是他太太依法继承，属于太太，不属于侯友宜的。是讲民进党前立委段宜康昨暗伫面册顶馆发文章，认为侯友宜讲白出类似假土豆。佮讲凯旋案的起诉人是友友投资公司，1994年由任美玲出钱成立，2500万的资本业，任美玲就占2400万。当时任美玲早就和侯友宜结婚，未讲无论叫什么名，这根本就是侯友宜家族的盈利事业。凯旋院的所有的建筑的资金，全部都由梁家这边来出资的，梁家的姐妹。以及姐妹的小孩担任股东，对，所以他基本上其实就是梁家的财产，他们所成立的一家公司。所以其实也是跟侯友宜有关的。强调凯旋案的所有权和收益处分，侯友宜拢无法度插手。为赖清德办理楼厝违建，到侯友宜的凯旋案，甚至挂问题承德农地停车场，有关候选人帮学的议题，伫选战的最后坎站，敢若已经变作是总统大选主要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